大家好，我係 HR Dynamics 嘅數碼記者。今集我會用幾分鐘時間，重點講下今個星期主要嘅人力資源新聞，仲會從 HR 角度實用分析下呢啲發展點樣影響日常管理同埋業務策略。今個星期嘅更新會涵蓋香港勞動市場嘅重大變化，包括失業率上升、薪酬增長放緩，仲有影響唔同行業嘅重要政策改動。我哋第一個重點會聚焦最新嘅失業數字。呢啲數據顯示係區內一個令人擔憂嘅趨勢。香港失業率喺第三季升到3.9%，係疫情後以嚟最高水平。同時，失業不足率維持穩定，係1.6%。受影響最嚴重嘅行業包括社會工作同建築業，反映出結構性弱點，而唔淨係季節性因素。失業人數達到155,600人，比上期增加4,600人。對於人力資源主管嚟講，呢個上升趨勢代表要重新檢視招聘預算，同時要着重內部流動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警告，因為經濟結構轉型同外圍不明朗因素，部分行業會持續面對挑戰。隨住轉工壓力減少，員工留任可能會容易嘅，但經濟不穩時，員工投入度風險就會上升。人力資源部門亦都應該預早準備應變方案，以應對政府可能推出咗刺激措施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深入探討嘅最新員工加薪數據顯示加幅明顯放緩，今年平均加薪跌到2.7%，係自新冠疫情以嚟最低嘅水平。呢個數字比2024年嘅3.2%仲要低，跌幅相當明顯。呢個下跌反映公司喺持續地緣政治同經濟波動下，更加着重控制成本。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調查咗167間公司，發現咗呢個趨勢。而家通脹大約有2至3個百分比，實際工資增長好有限，員工唔滿意嘅風險都會增加。僱主預計2026年平均加薪會有3.5%，不過好多公司都仲未決定。人力資源部應該參考行業薪酬水平，考慮提供非金錢獎勵，例如彈性工作安排或者健康計劃，並且要同員工坦誠溝通，幫佢哋建立實際期望，優先為表現突出嘅員工提供差異化加薪都好重要。我哋第三份報告會分析大灣區薪酬調查，揭示香港同周邊地區嘅比較情況。最新大灣區薪酬同福利調查顯示，香港平均加薪有2.5%，雖然比過往幾年低，但都仲高過其他大灣區城市，例如澳門得1.6%，廣東城市得1.8%。值得留意嘅係，管理層員工嘅流失率大幅下降，顯示移民潮可能開始緩和，人才供應鏈都逐步穩定。中層主管級員工流失率由12.5%跌到9.8%。如果增長有限，僱主應該考慮凍結畢業生招聘，並投資培訓現有中層員工。學士畢業生起薪維持不變，仍然係19,500蚊港幣。今次高層員工流失率出現變化，係自2018年以嚟第一次，反映結構性轉變同埋勞動市場信心開始小心回升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講下建造業面對大規模凍薪嘅嚴峻情況。去到11月，16個主要建造行業入邊，有15個工種人工都會繼續凍結，淨係挖掘機操作員會加少少，升幅得3.2百分比。呢個情況係過去10幾年都未試過，咁樣會有風險。技術工人可能會走去人工高醫嘅地區，令到本身已經短缺嘅勞動力問題更加嚴重。有13個工種已經連續2年凍薪，令到行業危機更加深。人力資源同建造業而家要考慮加強非薪酬福利，利用科技同政府培訓計劃去應對留人同生產力嘅挑戰。呢啲措施包括同政府合作嚟培訓資助。工會已經呼籲要振興經濟同擴大職位配對服務，暗示政策可能會有新方向去應對行業困難。第5個重點係講最新施政報告入邊宣布嘅重大規管改變。2025年施政報告宣布，由2026年5月開始，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會由每2年一次改為每年一次。呢個改動目標係平衡通脹同經濟增長。外勞補充勞工計劃會收緊，延長本地招聘期，仲規定要參加招聘會，打擊非法勞工嘅執法力度都會加強，仲會設立專線熱線。
預計會有新嘅合規壓力同唔穩定嘅工資成本。人力資源部要更新招聘時間表同審核文件流程，確保完全符合新政策。特別係飲食業打擊非法就業嘅跨部門專責小組喺10月開咗第一次會議，顯示呢個打擊行動會長期高優先處理。跟住我哋會睇下工傷賠償金額大幅上調嘅情況，由2026年1月開始，工傷可報銷嘅醫療開支會大幅增加，所有病人每日可報銷金額會加67%，由每日300蚊港幣升到500蚊港幣。死亡同永久傷殘賠償金額都會增加，連埋殯葬費用都會上調。例如住院同門診加埋嘅賠償額會由370蚊港幣升到700蚊港幣，升幅達到89%。僱主特別係高風險行業應該預早準備面對更高嘅保險保費，同時更新理賠程序。呢啲措施加強咗對工人嘅保障，但同時都會令合規成本上升。人力資源主管應該主動揾最新嘅保險報價，檢討安全措施，並且同員工清楚交代呢啲改動，確保資訊透明同大家有心理準備。最後，我哋要特別提一提製造業工資出現嘅意想不到嘅大幅上升，呢個情況同整體工資增長放緩形成強烈對比。製造業工人嘅薪金按年上升咗12.5%，去到22,500蚊港幣，係所有行業入邊升幅最大。呢個係各行業之中最高嘅增幅，明顯同整體工資增長放緩形成對比。全港嘅中位數收入就上升咗5.2%。今次製造業復甦主要係受高科技同先進產業增長帶動，意味住對技術人才嘅競爭會更加激烈。唔係工資增長較慢嘅行業，例如建造業，可能會面對留人困難，因為工人會轉去人工更高嘅職位。製造業嘅人力資源部應該專注於吸引同留住人才嘅策略。製造業今次雙位數嘅收入增長係超過10年嘅第一次，凸顯咗勞動市場動態出現重大轉變。HR Dynamics 係一間專業嘅人力資源公司，除咗為公司提供招聘、獵頭、培訓同各類人力資源管理方案之外，我哋仲有為在職人士提供職涯規劃服務，幫大家提升職場競爭力。如果你需要我哋嘅服務，或者想要今個星期分析嘅書面報告，歡迎電郵去 dc@hrdhk.com。多謝大家收聽，祝大家一切順利，生意穩步上揚，員工開心又安全。最後記住要 like、訂閱、留言同分享啊！下個星期再見。